他只有一直跟我分享，他说什么时候邓紫棋来台北演唱会啊？我说好，我一定会带你去。三阶声音还那么亮，然后 I have nothing 还可以越唱越好，哇，不得了啊！好，哪边需要再补一下的？哪里？你刚刚说你最近啊，为了这个演唱会，你几乎看到都只能看大家吃，那你大概节食多少？也没有节食，还是有吃，只不过没有吃太多的荤食，吃蔬食比较多。那你就是这是为了让长辈更澎湃，就急啊！事先有没有特别请人家设计一些食谱啊？就是为了这次的演唱会，然后没有保养啊，维持身材。其实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那个长辈的部分，我很骄傲是造型师说，我其实蛮有料的，我只是一直都不让他出来见面。想说，对，想说爸爸妈妈都从台东来了，我也让他出来一下。所以不是说特别为了这次让他身材更好，所以有做一些特训。特训就是比如说多运动啊。啊，有，我有跟那个健身教练说，那个胸部的部分怎么让它更集中，然后有做了一些对，大概扩胸运动。所以有特别找健身教练来。也没有刻意啦，就是只是想说让它更集中一点，你知道，毕竟年纪有了，他也会往外扩。年节开唱嘛，老公跟小孩好像都很懒。对啊，因为不会啦，因为在忙嘛，然后又在南部，对啊，过节或者一起庆祝，就每天都是节日。那你开唱就是比如说老公小孩有没有做一些帮你打气啊、加油的话什么的？有啊，家人一直都有啊，对。有特别说什么话让你蛮感动之类的？每一句话都很感动嘛，对啊。有没有让你最感动？就是妈妈加油。对。会不会小孩讲，那老公有讲？都有啊，都是加油，都是加油。然后说到就是演唱会结束之后，除了想吃东西以外，有没有想要做其他的事情来放松一下？哦，整理家里真的太乱了。我妈每次来台北，她说：“哦，你的家真的像果窝一样。”果窝，她说果窝。那妈妈不会动手帮你整理？有啊，我就叫她不要动，因为有一些东西我真的是知道放在哪里，每次她整理完了之后，我都不知道放在哪里。一直在排练，在那个准备演唱会，那就是比较没有时间陪女儿，然后会不会说妈妈都不陪我？有了还是有的时间会陪她，对，因为毕竟长大了嘛，害怕跟别人走了。会跟你分享说最近喜欢男同学。他只有一直跟我分享，他说什么时候邓紫棋来台北演唱会啊？我说好，我一定会带你去，因为上一次在 KKBOX 有看到邓紫棋，而且我们还有拍照嘛。然后我传给他，他那一天很积极的跟我聊天，很积极。然后因为那个他有那个邓紫棋有送我 CD 嘛，然后我就说你看。这个是你的礼物，然后他说啊，我一定会考试考很好。他要拿那个 CD，我说这个小孩子真是。